咖啡時間，大歸邊。4月2日，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公佈嘅對外增加關稅，絕大部分國家都唔能夠幸免，而且計算嘅方法異常粗糙，大部分所加關稅幅度極大，彷彿係用強權向全世界宣戰，惹來左翼傳媒同埋仇侵派一片罵聲。中共、加拿大同埋歐盟隨即表態，會對美國加徵關稅報復，全球股市同美債應聲暴跌。Donald Trump 政府公開勸喻各國唔好報復，若果唔報復，坐低談判就會得到獎賞。並且除咗中國之外，暫緩各國新關稅90日。消息一出，美股馬上大幅反彈。有講法係中共大手拋售美債，逼令關稅剎車。而美國政府就表示，做法係 Donald Trump 嘅既定策略。其實中共手上嘅美債佔全部美債嘅比例太低，而中共同其他國家合謀聯手拋債可能性亦都唔高。而且 Donald Trump 政府加關稅算式嘅粗糙同埋誇張，引致股市大跌，明顯係 Donald Trump 逼各國上談判桌計算內嘅風險。況且喺美國同埋越南嘅關稅談判，越南曾提出對美國零關稅，但係仍遭美方拒絕，理由係越南為他國洗產地，蒙騙美國。顯而易見，杜絕中共逃避美國關稅嘅後門，希望迫使生產線從中國抽走，亦係美國對外關稅戰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目的。回顧當初加墨西哥25%關稅，亦係同一套路，單不與中共暫緩關稅，排斥中共係今次加關稅嘅主要目的，更加明顯不過。中共率先對美國添加關稅報復，再經互加2次關稅報復之後，雙方關稅幾乎已經係禁運嘅程度。但係所有其他國家就先後表態願意同美國談判，加拿大同歐盟更宣布暫緩關稅報復。關稅戰嘅第一回合結果係各國歸隊美國。當然喺關稅暫緩嘅90日，中共會力圖拉攏已經歸隊嘅國家，但係以實力同埋中共嘅往績計，成功嘅機會其實好微。若果歸隊結果不變，對中共嘅經濟將會係致命嘅打擊。最終嘅結果係中共再冇財力支援俄羅斯、伊朗同埋北韓等流氓國家，挑起戰火，興風作浪。中東地區，美國交託以色列主力殲滅伊朗嘅流羅、哈馬斯真主黨同埋也門胡塞武裝，而中共就再冇財力支撐俄羅斯喺烏克蘭打持久戰。如此一來，美國就可以抽身專注亞太地區震懾中共。中共若果鋌而走險、武力侵台，勢必自取滅亡。今次 Donald Trump 開打嘅關稅戰一石幾鳥，除咗平衡同各國嘅貿易差額，變相廢咗世貿 WTO 嘅功能，堵截中共通往美國嘅洗產地，同中共貿易脫鈎，要各國歸隊孤立中共，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目的。自由民主世界同中共徹底脫鈎，係 Donald Trump 重組世界秩序大戰略一盤大棋嘅其中一環，意義絕不止於經濟。